11月21日星期五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路加福音。耶穌進入聖殿，開始驅趕那些賣東西的人，對他們說：經上寫着，我的殿是祈禱之所，但你們竟把它變成了賊窩。他天天在聖殿裏教導人，眾司祭長、經師和百姓的長老想辦法除掉他，但不知道怎樣下手，因為全體百姓聽他的話都聽得出神。反省，琴日嘅福音，耶穌為耶路撒冷哭泣；今日嘅福音，耶穌為人進入聖殿做唔應該做嘅事而唔開心。我哋諗一諗，嗰啲進入聖堂之後玩手機、食嘢同埋談天說地嘅人，算唔算係對聖殿不敬呢？分享一下你自己嘅意見。有啲人喺彌撒聖道禮儀期間借啲意離開，呢種表現又點樣啊？分享一下你自己嘅意見。祈禱意向，為嗰啲唔自覺嘅人祈禱，希望佢哋尊重教堂係神聖嘅地方，身為教友有責任守護同善用，祈求聖神引領佢哋反省同改善。行動回應，進入教堂後要遵守教堂嘅規定，安靜祈禱同準備參加彌撒聖祭，期間將手機轉成靜音模式或者刪咗佢。